咁啊，琴晚都好多朋友追捧潘頓2000 win 啦，真係好好彩啊！我早晚發夢喎，我覺得佢見到佢一家大細同佢啲仔女喺度影相啊，2000 win。咁我諗下夜晚啲仔女唔入得場啊嚇，即係應該都唔係琴晚2000 win 嘅咁。見佢贏咗場之後，跟住又唔追佢啲馬啦，避過咗劫，慳翻好多啫。咁啊，你呢個夢照發又發得幾合時喎？係啊，即係佢又咁啱話得一場。咁啊，嚟緊星期日就跑11場嘅賽事，咁啊亦都可以帶埋阿仔阿女入場，應該呢個紀錄咧破就指日可待㗎啦，應該星期日都好有機會㗎啦。因為有11場賽事啦，我哋用 B 跑道啦，頭場開跑12.9啊，因為我哋中間咧亦都會越洋轉播咧日本嘅賽事嘅，所以係11+1嘅，咁所以尾場又會晏少少㗎啦。綠寶獎有100萬嘅多寶，停賽騎師係金城江，稍後停賽布文、艾少禮、莫雷拉同埋黃志宏，就3班1600落班一隻，澳遊武士就揾咗袁幸堯減磅，咁啊安都就繼續布文，呢場望埋去咧，嗰啲機會馬咧都好似係執咗個外檔咁㗎。咁一生好彩其中之一啦，佢又係走咗去跑4歲系列第2場啊，經典杯咁啊大敗嘅都失望。咁啊，跟住出翻嚟跑啲普通3班咧，就4455，咁啊好似又唔係好叻咁，有啲不如預期。咁但係445，你睇佢對啲咩馬？一場對極上沙龍，一場對火悟空。咁你又睇下呢場啲對手啊，其實啲對手好普通㗎啫，一定唔係火悟空、極上沙龍嗰啲咁嘅水準㗎。咁所以我覺得佢今次可能有得把機會喺呢場出擊嘅。咁埋門就試一課從化集就喺後面跟跑嘅啫，但係都基本上試得幾好嘅。我覺得佢一隻在狀態嘅馬嚟，佢都係留後同你追一段啦，咁同埋周俊樂呢啲都了如指掌㗎啦。咁但係你計績穩定咧，就係活力拍檔上陣以嚟佢就未甩過3甲，同埋佢可以擺到喺前少少嘅位置嘅。咁啊上場就出咗頭先，咁但係就俾榮進大道咧就趕過咗跑過第2。咁但係呢啲一樣啦，咁啊羅澤堯夾住呂健威呢啲最佳拍檔啊，繼續同你攻堅嘅。都靈冠星咧，其實同日可以選擇跑4班嘅千四嘅，但係佢選擇跑3班輕磅啊。其實呢啲佢都對過極上沙龍啊，你唔好得賴低佢啊。因為佢3歲嘛，我諗輕磅好跑過4班重磅。咁佢都輸過俾大回報跑第3噶嘛，輸過嚟馬威大回報連贏3場嗰啲馬嚟嘅喎。咁而家如釋重負㗎，孭翻輕啲磅。我諗3班可能仲好跑過4班啊，對3歲馬嚟計。因為佢而家搞下咧，佢擺到前少少都得㗎，真係一掹走咗咁多磅咧，呢啲對佢爭勝係好有幫助嘅。咁另外穩定嗰啲就安都咯，但係分就差唔多㗎啦。好啦，去到尾場第11場，啊，開跑時間提下大家啦，係6點20分嘅。哇，跨境寶馬上場好誇張喎，咁樣撲上嚟，同埋冇乜點閃喎。咁另外手機標勁咧就繼續係潘頓跑啊，呢一場就好似咧係圍繞住啲細 number 嘅啫。咁啲手機錶啊，呢個系列咧，其實都成日都有頭馬拉㗎啦，都又分散喺唔同嘅馬房，呢度好嘛。大家都知佢喺拍賣會入咗好多正貨，哇！大家都候住，咁啊大家都想搞成績，所以就即係真係交到好成績。譬如啲手機錶勁，咁你出5場啊三邊兩批啊，從不落空嘅。咁佢又跑法又主動，咁。當然個分係一直喺度加上去啦，咁但係你呢啲咪唔斷攬嘅，你咪繼續跟。佢上一次都係放咗個偏快步速㗎，因為上次佢11檔啊嘛，其實靚㗎隻馬。咁啊今次係7檔，其實佢跟2、3位仲好過放頭。上一次冇辦法啦，11檔焗住走快一少少。咁我覺得呢啲馬評分未盡嘅。咁啊，其實評分未盡，仲有隻醒目高球，不過佢長期又冇彩，又執過11檔啦，可能今次又要再搶多次。咁但係上場係佢腳傷之後復出，同埋當日可能受咗啲變化地影響，佢冇咁中意咧，佢都跑到個第4嘅。其實佢演出都好穩健嘅。咁另外跨境寶馬啦，上場終於第一次可以見識到啦，能夠臂力拆嘅跨境寶馬又係好誇張。係啊，因為佢喺遠地，佢留到好似一個唔可能嘅位置，都幾乎諗住都冇得追。佢追翻嚟第3輸條頸位，其實佢衝得好勁啊！咁啊，今次希望我跑到場地正常翻啲啦。其實佢都啲馬根本就係因為以前係內閃好多時騎唔到都上名啊，一步都騎唔到都上名。其實佢係一隻好潛質嘅馬嚟嘅，話一改善咗呢個內閃呢個傾向或者操控得到，我諗佢又係可以繼續再上嘅。呢啲係奧爾文成擔心機換翻嚟啊！今次賽前再整多課大閘，真係一啲都唔驚啊！都話揦高3就配合埋秀色天空㗎啦！我相信蔡約翰啊，11場賽事都研究過晒啦，睇下今期精選揀咗咩啦。
蘭潘頓先啦，2場10步風影嘅，如果第一場唔贏，第2場希望佢都贏到啦。另外就揀埋10場嘅4號一生好彩。咁啊揀阿莫雷拉啦，3場1和到風，同埋6場6咧百勝金龍。咁啊馬季嗰啲1級賽跑晒啦，不過今期都仲有2場嘅叫3級賽嘅。我想2場3級賽都叫幾精彩，因為3級賽有讓磅咧，咁變咗拉得勻循好多，1級賽嚟嗰啲幾隻馬贏㗎啦。咁啊，所以頭先都大家提過啦，啲3級賽普遍就利輕磅嘅，咁大家留意住呢個即係趨勢可唔可以延續落去啦？咁啊，同日11場賽事啦，中間亦都有日本嘅轉播賽事，我哋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